经过遐个天，咱着好当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人民，也得到稳定最及时的帮助。请咱三甲来念圣诗，圣诗第72首，圣诗72首，学到全程的尊上帝，请咱将我放伫伊步平较捌的所在，
当我的头较要举当我的头壳得着举起，我要伫伊的宝贝显欢喜的节。邀我出声求叫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欣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暗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衬。因为父母离开我，邀我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以上咱人生头先来祈祷，将阮认为活命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当阮搁一届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心充满平安、喜乐。当伫即个新年头、旧年尾，阮会想阮过去伫生活中有做结做你的，检采有时袂记得主的恩典，常常倚靠家己内底度过世间的日子。主求你认领，伫新的一年有新的意象，有侪的时间要推展。伫5月改选中集，求主你掌权。伫3月2日，龙岩教会要升起，任天官牧师要上任，将一切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使阮有信心，有坚定，阮相信你是阮的阿爸的上帝。求主你来更新着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掠牢你的应允。主啊，即时阮也要恳求主你任命你的查某囝，阮所敬爱的大牧师。主，你奇妙的手要来医治。得到主同赞，有好的团队来做出伊的骹，也是伊的骨盘，做出上好的医疗的方式，来减轻着伊行路的艰苦。主啊，由你奇妙的手来医治的大能，特别来看顾、保守、医治、照顾，伫伊过来要去以色列的路程，有主的任命保守，会通真好势平安出去。这个时阵，我也要透过曾牧师、陈牧师伫遮的牧养，以及阮正员群，会当同心合力，互阮的教会行做光电台。也阮本身要尽力来做一粒器具换新的盐，服务人群，献光上帝。祝福阮今仔日伫你的面前会敬拜甲服侍，互讲甲听的耳边拢得到流益。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咱三甲来融合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第3章第9章第1到第30，请咱做伙来读。我念伊用光辉真实无劣产，我用心地献情，甲我三甲最干净。我有大有份，放心无煞，因为我为了我的名义，我要因为你有荣耀甘愿，请百姓。
有年头要结束的时阵，咱游园要伫上帝的话来得到帮助。咱伫咧分享的之前吼，咱大先来祈祷，咱大先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阮献上阮家己，卑微小看的人。主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侪侪人身体有欠安的。主啊，求你即时小事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平安的心。主啊，互阮的心会伫今仔日，就是今仔日，阮伫你的面前，对你的信息，你要互阮的信息激励阮，也互阮有心内底有平安，互阮肉体的病痛，奉耶稣的名拢除去，无来搅扰阮甲主你的亲近。主啊，你是阮的至好至亲的主阿爸爸上帝，阮的心凭无你，当阮凭无你来到你的面前的时，主啊，你互阮亲像新娘共款，独独目睭仰望你，无互世上一切的杂事，甚至是身体的病痛，奉耶稣的名，拢无来搅扰。主啊，互今仔日的信息，搁一遍来提醒。搁一遍激励，搁一遍提升阮每一个人对你的信心。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伫今年叫做啥物年？宣告年吼。其实宣告无困难，吼，所以咱毋好对宣告吼，想做讲足，敢若是要有宣告书才会当来宣告吼。敢若宣告书才会当伫即个中间来宣告，毋是。咱看早前开始伫即个宣告的时阵吼，外邦人的部分对啥物人开始？保罗对一人开始的。所以咱即摆咧宣告咧，咱要讲引领伊属灵的引领。今仔日第2讲，就是要互咱伫今仔日你的亚洲部内底，拢有一个这属灵的引领单。内底，你写死的名，你会当写死的名。写死的名去表示安怎？你伫上帝的面前，对即死的人交托互上帝啦，安尼知无？所以咱伫即个中间毋免有大动荡，讲我安尼写起哩到时因若拢来邀请的时阵，拢无要来足老贵的要安怎？咱毋免有安尼的想法，咱毋免有安尼的想法。所以伫即个中间，咱今仔日就是咱规个今年宣告年的认领，1月、2月是认领今仔日咱有分类咱今仔日对即段罗马人书9章的第1节到第30节，伫遮咱看着讲，这保罗讲的，保罗伊热心啦，伊是一个足热情的人，这是伊的本性，上帝互伊本性，所以。保罗还袂认捌耶稣的进前，伊嘛是一个热情的人。伊无因为信耶稣了后无热情，进前的热情安怎？错误的热情为着犹太宗教甲迄个律法的热情，足热心的。然后就安怎？拢咧掠遐来军队耶稣的人，这就是这个保罗。咱看伊头先伊款的热情，了后保罗伊对信仰，就是咱看伊伫即个对即个。犹太信仰的热情的中间，有一个司提反，咱还会记无？司提反是军队耶稣的，因为安尼，司提反互人掠去城外，讲你信耶稣，信耶稣好，用石头甲你钉死。伫迄个中间，保罗真欢喜因为伊迄个时阵还阁是信犹太教，所以徛伫边仔伫遐咧偷笑，然后伊伫遐咧顾。伫遐咧顾迄衫，顾遐个受迫害人的衫，伫边仔咧看。所以咱会当看着讲保罗伊对伫伊迄阵所信的犹太信仰的迄款的热情狂啦热狂，搁迄个足激烈的伫遐。但是尾后，保罗互主耶稣的光来照有无？要去大马色的路上。然后因骑马，互迄大光照来了后，跋落马骹。迄个时阵，伊就听着讲，
你是安怎哪会拢要迫害我？伊讲主啊，你是啥物人？吼，讲我就是你所定定伫遐迫害耶稣。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保罗伊生命有一个转变。伊迄个时阵目睭暂时无看着三工，然后又听着声，啊边仔人拢听着拢是干那咧讲话安尼咯，啊伊听清楚。吼，讲你啊紧张，啊你爱去到伫到一个直街的迄个所在，啊有一个人会替你吼洗礼，然后你伫遐。所以咱看保罗，因为安尼了后，伊安怎宣扬耶稣，变做一个热情呢？毋那是热情，吼，讲国语讲做翻天覆地，吼，会当对天地拢颠倒变啊，吼，迄款的热情，迄款的热情，伊真正对天地颠倒变。若无保罗吼，我看咱遮的外邦人吼，无在了诚做军队耶稣的人。所以咱看保罗，伊伫遐，伊所讲的吼，伊所讲的，伊拢讲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话。当伊吼耶稣改变伊的生命，开始要成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吼，伊领受的使命，伊就是讲，恁爱将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主来做见证。这就是保罗伊所领受的使命。若无讲实在吼，保罗吼。咱讲，若遐个使徒，遐个军队耶稣的学生吼，看着保罗会安怎？会保罗啊，你是算啥物啊？算哪根葱啊？连耶稣活的时阵，迄阵你还阁安怎？拢无军队，阁是安怎？阁是必该信耶稣的人，你算啥物啊？遐个中间使徒内底有即款的，学生内底有即款的话呢？遐个已经接受耶稣的内底嘛安尼呢？歹互迄个讲保罗起来呢？吼，共款有即款哦。总是保罗非常清楚，耶稣呼召，光直接招伊，然后伫即个中间，伊才有讲，我是罪人中的大罪人，罪亏的大罪亏。然后我就是也袂，意思讲我虽然无之前无军队耶稣人吼，也袂出事，总是吼我知影我所信，我所领受。所以咱伫保罗的身上吼，看伊伫遐一直要对所有的人来表达伊的真心，吼，表达伊的真心。保罗讲吼，愿迄个感动彼得，吼，叫伊为着受各类人来成做使徒的，也感动我，互我成做外邦人的使徒。而且就是当因伫遐三握手，吼，伫遐三握手要分手的时阵，要宣告。所以咱知影彼得是真做行到底，就是犹太人的使徒。彼得一直拢伫犹太人的中间做诚好的宣告，吼！伫遐讲兄弟啊，我嘛甲恁共款，总是迄个耶稣，就是咱咧台，咱了阁会记哩伫使徒营团的上头仔遐，彼得起来讲道无？伊一个受圣神讲道，伊起来讲道，足侪人就信主啊！啊，所以伫迄个中间，保罗讲，愿迄个感动彼得的，互伊要成做犹太人的使徒，吼！嘛要感动我，要互我成做安怎？外邦人就是毋是犹太人，遮个人的使徒。所以咱搁看伫即个保罗安怎搁伫伊所有的书信内底吼，保罗的批信内底拢咧表达伊的热心。保罗伊奉调，咱知讲是外邦人来宣告，要为主来吼为，这是伊主要的使命的。啊，总是今仔日吼，咱看罗马书第9章，伊竟然伫遮。为着犹太人，就是伊会至亲不辱。保罗，请问保罗是毋是犹太人？是啊。啊，伊讲我是为着外邦人的使徒，总是今仔日咱所看，竟然保罗为着犹太人，就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会当来信耶稣来归主。保罗今仔日伫遮伊热情，伊嘛讲一个真心的话。伊讲我伫耶稣基督内底，我讲真实的话，无卖菜，有我的良心是圣神感动的，要甲我做见证。所以兄弟姊妹，请问保罗做外邦人的宣告使徒，伊对伊家己犹太人的信主，伊的心有负担无？有负担。你若去读罗马人书吼，伫即个中间吼，咧读你就会知影吼。特别伫后壁遮，伊有讲到
咱拢是啥物？咱外邦人是啥物？咱外邦人亲像野橄榄共款啦，吼，亲像山橄榄，迄个橄榄树，迄个橄榄树是上帝所栽的，就是顶选以色列人栽迄个橄榄树啊。结果咱是安怎？咱知影，亲像土巴啊共款，就是迄野生的，啊，然后接基伫即个橄榄树内底。啊，即个以色列人因安怎？因为无顺服，暂时受撤掉，总是有一天因会阁接转来。吼，啊，即个时阵咱接伫即个本藏内底，咱得着安怎？得着肥啊！吼，咱得着肥脂啊，得着迄根迄根的养分。所以吼，保罗伫遮，伊为着伊家己的兄弟姊妹至亲，伊讲吼，我嘛足爱因会当来信主。我嘛足爱因会当来信主，伫哥林多教会时，伊嘛甲因讲，迄永远通俄勒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伊拢知影我无白菜，伊拢知影我无白菜。保罗一再伫遐讲，我甲恁讲的拢总是真实的话，拢是无白菜的，甚至伫加略太教会，迄个教会为着要安怎会当来信主？因讲吼，遮个外邦人无受割礼，无像咱犹太人有受割礼，遮个人吼袂使。啊，所以迄个代志嘛，伫遐搅搅教呢。所以讲，我写互恁，毋是讲白菜的，我伫上帝，这是我伫上帝面前所讲的。所有无论外邦人，无论上帝所拣选、大先拣选的犹太人，咱平平拢要伫主的面前，拢会当领受恩典。兄弟姊妹。这就是保罗伊的生命的见证，保罗伊生命的见证，甚至伫提摩太前书，伊甲提摩太的勉励，伊讲我奉派做传道，为着这个要来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因相信、学习真道。我讲的是真实的话，毋是白贼的话。哇，这个所在，兄弟姊妹，咱看到保罗安怎，伊实在是一个足热情的，对无？伊拢讲我讲的是真实的话，我讲的是真实的话，我无讲白菜。总是咱看到保罗一直讲，伊讲真实的话，伊的后壁啥物？伊的后壁是有一个忧伤，伊的后壁有一个忧伤，吼，一个大忧闷，痛心无煞。所以咧，这个热情。的树洞，伊有一个大忧闷、大忧伤，吼，所以伊一直伫遐足热情，伫遐讲出伊的真心话。但是伊伫遮，这是伊的忧伤，伊的忧伤。我头拄有讲过，伊讲外邦人只不过是安怎？只不过是迄个山橄榄的枝那边，因为犹太人会无顺服。所以，咱外邦人会当得到特别的恩典。所以，当以色列人因也未受接，转来到这上帝所在种的橄榄树的顶面，咱外邦人无啥物通夸口的，拢是啥物？上帝的恩典，拢是上帝的恩典。兄弟姊妹，咱确实是外邦人。咱确实是真毋捌主的，无论咱已经信主几代啊，拢还阁是外邦人，敢毋是咧？即个礼拜中间，拄啊，我的家己的亲阿叔过身去，因为阮爸爸伊互阮爸爸的亲兄弟姊妹，只有阮爸爸家己还阁伫世间，我想伊的心吼，应当介绍伊死。即个拢嘛拢过身去啊！总是伫即个中间，因的教会请我要讲伟事，我感觉第一个我袂堪入，第二个伫迄个伫顶礼拜中间，我有一个暗时我想到，阮阿嬷过身的事，逐个拢伫咧。阮阿嬷的后生查某囝拢伫咧，啊，阮遮的孙嘛拢伫咧。迄个时阵的牧师。介老啊，我毋知还阁有人捌伊无？伊敢若捌做过赤水的牧师，叫做周燕全牧师。伊嘛迄个时代是一个吼，阳光即期的牧师。咱在座有人捌周燕全牧师无？捌听过无？哦，
会举手的，就是有资格啦吼。咱的黄英怀长老伊捌吼，迄阵的就安全牧师嘛年老啊啦，伊迄阵是年老啊，早去阮妈来教会，伊讲一句话，伊讲恁遮的逝世，若要甲恁的阿嬷吼妈妈会当将来搁记，恁着爱伫耶稣基督内面啊，爱信主啊。哇，迄句话真大的提醒，伊是可靠的，总是对我来讲是真大的提醒。当迄句话一万米句，足紧的，吼，迄阵早20岁左右尔，过30几年啊。啊，伫迄个中间，逐个人拢已经转去啊，总是伫即个中间，兄弟姊妹，阮是第4代。迄个信仰的过程，看到阿伯，也是阿叔，也是阿姑，遮个亲族内底轻佻信仰的，啊，甲无轻佻信仰的，迄款的心会痛疼。兄弟姊妹，以色列有几代啊？以色列人有几代啊？犹太人有几代啊？咱吼爱学习啊！咱外邦人吼，毋通想讲咱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啊，犹太人吼，硬心，要甲咱讲，硬心的犹太人，敢若信旧约，总是因伫迄个中间，伊活到即摆的，对上帝、对阿伯拉罕紧选因，然后即个中间伫迄主前南北两国，主前的586跟722，吼，586年。啊，搁一个722年，以色列这个国家着安怎，拢输去无啊？然后安怎？请问遐人有无去无？没有诶，看落去敢若潜水艇沉落水底，因四线伫北国，互掠去诶国家安怎苦毒啦、出路咧啦、等来等去啦，在列国当中被抛来抛去。但是这个民族，请问因有灭亡无？我的意思讲，因的心内底，因有原知影因是犹太人，因无灭亡的是啥？因的国灭亡啦，因的民族内底受上帝拣选迄个信仰吼，信仰上帝、仰望上帝，心无灭亡。所以咱伫诗篇内底，则看着讲，因伫巴比伦伫个河边柳树伫遐挂咧，伫遐唱哀歌，有无？讲遐个人咧甲阮笑啦，笑讲恁信啥物上帝啊？叫伊讲，若无恁若唱恁的歌来，互阮听看卖咧，要咱唱咧。但是因着对迄个写做诗歌，所以兄弟姊妹讲起来吼，咱外邦人得到恩典福音真紧，但是咱即摆爱来努力的是安怎？爱来反省讲主啊，原来以色列人、犹太人来学习，因是安怎也未明白你人伊安怎会安尼信上帝，到即摆啊。吼，侪犹太人还阁硬心嘛，还未接转来啊。所以当迄个还未信上帝的、信耶稣的犹太人，当因来咱接转来的时，啊，咱已经信耶稣的外邦人也接转来的时，这叫做啥物？心人合一，成做一个新的人。这就是天父上帝奥秘的意思。以弗所书第2章内底咧讲的，就是一个新的人。即摆差不多大部分拢外邦人咧信主。吼，就是欧洲、美洲，啊，非洲内底嘛，足侪人诶，啊，搁咱亚洲。但是伫迄个以色列人800多万的以色列人内底，信耶稣诶偌济，2%也无够。所以伫即个中间，因诶努力，迄个2%诶人吼，上起死已经上无足侪人，愈少。吼，对120个人，就是伫马可楼有无？马可楼当耶稣受定十字架，120个人伫遐祈祷，哇！要安怎？感谢主，差不多要2000年诶。这个信耶稣诶，你讲火有火气无？无火气诶，搁传来到咱台湾诶，兄弟姊妹，咱要有即款诶信心嘛。150几年啊！吼，咱台湾传着福音150几年，安怎得到的？对宣教士啊，吼，对宣教士。所以求主怜悯咱，互咱知影讲，咱得到即款的福音。啊，咱若来了解保罗，这个热情的保罗，
这个热情疏导，伊讲吼，我是外目骨肉，为着我家己骨肉的至亲吼，伊今仔日所讲的话吼，有一点仔重的。伊讲吼，为着我的骨肉的至亲，就若本身受咒诅离开基督也甘愿。哇！就是家己受咒诅，然后甲基督分开，我也甘愿。保罗讲我甘愿受咒诅，兄弟姊妹，若是对一个对耶稣基督无讲介认捌的信仰的人，检查一下我好，安尼我甲基督分开嘛偌紧啊？无认捌主耶稣的荣光的人，但是咱看保罗是安怎认捌主耶稣的荣光，然后保罗捌安怎受提到伫三站天的外面呢？捌听过遐个神秘、秘密、奥秘的话语的，伊转来到地上，伊敢若安尼讲尔，伊无想要用这个来诚做偏颇家己讲你看我捌互圣神提去到上帝安尼面对面的，兄弟姊妹，我甲咱讲吼，最近科学有研究，我已经有甲部分的兄弟姊妹分享啊。咱知影有一个维度，咱有一个，咱讲立体的，就是三度空间。你如讲几度也可以迄就是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咱人是上计，咱会当看甲立体尔。迄个讲啥物蚂蚁啊，迄个狗仔会当看到点跟线安尼尔。咱人还阁会当看到立体，但是请问这个世间。还阁有其他的维度无？有啊，有4维度，甚至咱看迄即摆电脑拢虚拟的，有无？迄款的，伫即个规个宇宙内底，科学家已经研究，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11，迄款的维度5到11维度，迄款的维度，请弟兄们，咱真正想象袂出来。伊讲迄上帝心灵。总是嘛是讲伫上帝心灵，请问咱会当想象会当，我靠自信心。所以伫希伯来文迄个永生，伊毋是一个名词呐定，伊是一个地名，地名啊。佫讲着阴间啊，伊毋是甲你讲用将来，迄是嘛是一个地名。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宇宙内底有即个神秘，就是伫即个中间有无共款的维度。因为咱伫内面，咱就是代表，总是你若愿意伫圣神的中间，你会当亲像保罗共款，主会当出来。你的目睭有当时你就会当看到。所以对伫圣经来讲，一直咧讲死算啥物啊？敢若亲像一个衫安尼换掉，搁穿起来一领上帝为咱美版的衫。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信仰，互咱的确实，互咱知影讲，咱活伫世间，无毋着是一个短暂的人生，是一个短短命，将来咱要去，迄毋是将来，迄已经备办好啊，敢毋是咧？耶稣讲伊要去为咱备办啊，所以迄个永生吼，毋是讲你将来去到遐，伊才为你备办啊，已经好啊，伫另外一个所在啊，另外一个所在，迄个所在叫做永生，迄个维度。你暂时看袂到，总是主若应准，你会当体会到。阿妹了吗？这是信仰的奥秘，这是信仰的奥秘。所以咱看到保罗伊即款的热情伫规约内底，摩西会当甲伊相比。摩西伊当上帝做汽车以色列百姓的时讲，哇，遮的规个拢来呼调顶来啊，结果讲保罗本来带到嘛，安尼足艰苦的讲哎哟，遮的实在是毋听话啦，上帝啊，你的遮的底事安怎，到尾当上帝讲要将遮的要甲灭掉的时摩西伊较紧讲，伊讲假使你若肯写恁遮的以色列人有戆的罪，伊就是带因出来去吧，伫旷野内底，你若肯写恁的罪。主啊，爱赦免伊啦！若无人会讲你找起摩西，我去甲因带出来，结果你伫旷野甲因害死。主啊，求你啦！若无求你安怎，将我的名对你的性命册面顶甲我
7条，咱看摩西即款的气魄，甲伊迄款的热情，为着伊的同胞，甲保罗有共款无？有共款啊！保罗讲：我愿意甲基督分离，我嘛甘愿。摩西讲：你肯赦免伊的罪哦，若无吼，我的命莫伫生命册，我的命莫伫生命册，互遮个人拢会当来回心转意。但是姊妹，即摆咱要来想倒转来，想倒转来，若是安尼，伫你的生命的中间，还佫有啥物还袂信主的厝内面的人、亲族、朋友、同学、同事、厝边，你对因有啥物款的迄款的大忧虑无？有痛心无煞无？你对因的失速，你会讲啥物款的真心的话吗？亲像保罗讲，我为着我的骨肉至亲，我甲基督分离，我嘛甘愿。兄弟姊妹，我想咱毋免甲讲为着我的骨肉至亲，我甲基督分离。咱只要写名出来讲，我为着我的骨肉至亲，我将遮个交托伫主你的手。我相信天父上帝阿爸爸啊，你是怜悯的，你的确会引出因。兄弟姊妹，有信心无？有啊，毋是咱咧搞，毋是咱会当做啥物的。所以咱今年是教会选化计划内底的宣教年，所以咱要纪念讲咱当初150几年前，遐宣教师马雅各宣教师牧师对打教对高雄来，要安怎宣来到伫遮，咱要纪念这吼上盖好，就是会当来全力布道，全力来布道，这是一个全力来布道上盖好，就是上灵的任用，上灵的任用。当咱有布道会还是甚物的，你会当带你来邀请，伫这个中间你头前已经安怎祈祷啦，所以咱1月、2月是啥物？认领期，3月、4月是祈祷期，5月、6月是关怀，7月到8月要预工，9月到12月就是报道，所以特别讲祈祷甲关怀开始，你若认领的名单写落拢无长啊，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做一个上灵的认领，一个人认领4个人，还袂信主的，还袂信主，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拢会当，伫遮甲你写起来，所以咱需要亲像保罗共款讲，为着我的兄弟姊妹，我骨肉的至亲，为着我的厝内面的人，我的亲族，我的朋友、同学、同事、厝边，就是家己爱陪大家，陪大家尔。我也愿意。这个大家就是你常常伫主的面前为因祈祷，常常提因的名，为因祈祷，安尼就会使你啊。当咱开始有一个活动，还是啥物事，你会当邀请，较水若歹来咧，嘛无要紧啦。安尼就无你就无责任嘛，安尼你知无？你会当尽你的责任来祈祷来邀请，伊若歹来，伊家己负责啦。所以兄弟姊妹，毋通感觉重担，爱写哦，有写无？即摆即个时间就是要互咱写，你名写落，写好。嘿，我请咱的长老执事会当先来收咱的兄弟姊妹有写的好无？已经有写的，你就会当来收，会当抓起来。是安怎？即时收呢？就互咱有一个决心，我顶礼拜搁顶礼拜，我有提醒过4个人的名，你毋通当做重担。耶稣讲，伊要替咱背重担，有必无？无别个人会当举手，而且咱长老即次会当徛起来啊无？毋好坐咧啊！你会外紧，你会较慢第2轮再写外紧，咱徛起来，来服侍咱的兄弟姊妹。有个人检彩无必，有个人检彩毋知你安怎抓起来，对，嘿，你写好的人，你就会一个，会一个，伊就替你收，伊就替你收。
感谢主吼，有人有写吼，咱爱写，嘿，这就是吼，互咱会当知讲，我就将这个担交托互咱的主啦。兄弟姊妹，其实咱的心嘛，定定为着遐个信主遐个厝边隔壁，还是咱的至亲吼，毋知要安怎开喙啊。这是一个上介好的机会，就是将这个担吼交托互耶稣基督啦。你着来写落来，然后咱教讲要安怎祈祷，你着照安尼祈祷啊。到时伊若真正无来，无要紧，无要紧，你无照情，安尼知无？但是你一定爱写。你一定有写，这表示什么？表示讲你要诚侪结果子的。哦，所以请咱将迄名写。伊交倒转来意思就是，咱会搭伫后壁爱诚做一个祈祷墙，牧师嘛会为着遮个人来祈祷，吼，为着遮个人来祈祷。哈？对，是安怎爱抓落来？一张就是留咧，你家己爱看啦。大概就讲，下骹迄张抓落来，互教会就是伫祈祷墙内底，大家会当三体祈祷。面顶迄张写名，一定嘛爱写，你爱留咧啊，定定摕起来看讲，上帝啊，我有写即4个人哦，哦，主啊，即4个人交托你哦，哦，即4个人交托你哦，安尼有轻松无？真正是轻松啊！吼，讲实在嘛，轻松就是你有迄个热情，你愿意写，这就是第一步，来写出来，对这名来写出来，吼，对这名来写出来。愿上帝帮助咱，吼，赏赐咱，有亲像即款的感动。好，兄弟姊妹，吼，有写的就先交外紧，其他还咧想，吼，望你真正爱交出来。吼，望你会当真正就写出来，互你心头迄粒安怎大石头会当轻松啊！若无定定想讲，哦，迄个人无信主吼，来安尼款脾气啊，安怎？你若来写落来，感谢主，感谢主，就是为祈祷上帝做工伫即个中间。好，安尼最后就是咱的良心爱亲像保罗共款讲圣心。感动，其实迄激情吼、热情吼，有定是一时尔，总是圣神的感动才会持守较久嘞，久久长长。所以当咱为着遮个人写落来了后，写因的名了后，咱就求主的圣神伫咱的每一个人的心上，吼，每一个人的心上，咱声，咱常常为着因的灵魂。来祈祷，为着因的灵魂还袂得救，来大忧闷，痛心无煞，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纪念遮个人。所有写的人，兄弟姊妹写伫遐、放伫遐的，拢是咱的不足至亲。吼，所有写出来，对牧师来讲，拢就是不足至亲兄弟姊妹。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好，咱已经有部分吼，已经有写吼，还袂写的吼，我邀请你得较写，因为这写出来就是安怎，将你的担交互主，无搁有担拿伫身躯啦，吼，无写颠倒背担写出来安怎，将担来交托互咱的主。好，安尼咱暂时收到即摆，吼了后会当结束了后，请咱过来。吼，搁来收，吼，搁来写，咱即时要来做伙祈祷咯，吼，咱做伙来祈祷。至大至尊，极其荣光，阮的爸上帝，感谢你听阮，你在圣经选以色列犹太人诚侪你的选民。总是处理，也将恩典通过主耶稣，互阮外邦人也平平会当得到即款的福分。以色列人是大囝的份，以色列人遮个圣册也为着因所写的，所有遐个礼仪也是为着因所定的。主啊，求你怜悯阮，赦免阮遮个外邦人，阮的心。得到福音的恩典了后，阮就放轻松，阮就无搁继续传。
主啊，求你感动保罗迄款的热情，也感动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感动保罗的圣心，也要感动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有即款的热情，为着阮的至亲不辱兄弟姊妹，为着因会当来得到即个福音，来常常伫天父上帝你的面前来纪念、来祈祷、来忧闷、来说出。感谢主，你的确要听。主啊，你的确要听。头拄仔遐兄弟姊妹因所写出来遐个人，主啊，阮将重担后摆伫你的面前。主，你赏赐阮有勇气，赏赐阮有气力，赏赐阮知影要安怎跟对你的脚步，听你的话语。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角过来念信息336首来应用上的。
报告，伫要报告内先，咱来看今仔日评估，伫主部的定义。既然是罗马书第9章第30，咱用台语汉文来谈一下，因为我有爱你，我有勇气，温馨许诺，因为我因为我有爱你，我有勇气，温馨许诺，因为我下周的时间分担，请有简单的同工来开始看。第3面就间的活动，请咱家己来看。咱拜四人的家庭礼拜第12日开始，到5月来实行。消息的报告，今日是国内外宣导防疫注意，请兄弟不是关心。来做甲学嘅，第2礼拜3有双人团体，要举办献唱会，请朋友来参加。下主日1月26，是咱旧约嘅正月初2，伫1是9点半要举行新春前彩礼拜，到时请兄弟含咱大家出席，做来献拜上帝，请长辈注意。迄一天开始无有欢迎者来接受。第3点，下主日2月初2，是由萨摩利举办时间团队郑明堂老师会带领主日敬拜甲音乐见证会，请兄弟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做伙来参加。迄一天敢若是礼拜日。第4点，1月12甲今仔19，2个主日。是咱教会有着以色列犹太人以色列弥赛亚教会的活动，伊是热切中的热心，伫1月29到2月7号，新人合一以色列细枝之言，咱教会有莫利牧师，都有用这来花节月修妙心正典，伊代表咱教会做这个祝福的活动，带过去互伊。有即届新人之礼来活动。第5点，咱教会有一个组织的主群，是2020香港教会施工讯息主群。这个主群呢，单纯是由牧师当版主发布消息，大家单纯来接收信息就会使，免回应，免你来个死板。然后消息要发布，请首先和牧师先沟通思量一下，再个由牧师来发布，邀请大家来合作，邀请教会会友、教育港的讲条来参加。第6点，教会咱台湾教会已经是3月22，要举行圣别同会，就是台湾牧师就任第1任的。牧师教会礼拜，地点就伫咱教会，请为这个庆典代祷，并特别伫庆典所需要的服务。第7点，中央主义委员会1月23拜四早是9点半，伫永福教会来交会，牧师会甲财务长老来参加，帮助祝福因。第8点，城市祷告会。今仔日1月19下晡3点，伫咱教会来举行，请大家参加。代祷的事项，教会港地区的福音转发代祷，民主相关，港这个地区。第点，请为中央教会、谢德邦教会、英王宣教来代祷甲服务。今天咱的兄弟有叶元忠微博，万里春环兄。黄丽香、李凤、林东兄、廖元兄、徐崇元，咱会来代祷。会期部分，请咱家己看，然后这里你后壁给你来评价，以上报告。请老师来补充。
甲伫地，